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應該好自豪，事緣佢嘅休班紀律部隊同袍不斷成為城中熱話。今集兩個話題都同佢哋人士有關。首先係一位國安警偷拍兼搶槍，尋日兩罪加埋一齊被判囚20個月。另外一位就係近日爆紅全城嘅休班消防員，佢喺旺角星際城市扶手電梯口情緒失控，對住一對年輕情侶面露凶相，大聲喝罵，仲大力推撞，嚇到女仔驚叫，男仔則用身體全程護住女友。短片被上傳到網絡後，全網一面倒鬧佢蝦細路，點知佢原來係休班消防員。佢尋日自首。令事件更添戲劇性嘅係，有目擊網民留言話片段只係半邊故事，事實可能完全相反。呢個風波背後究竟藏住幾多真相？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頭條，我係榮欣。7月中旬，香港社交媒體又一次被一宗小事徹底點燃。旺角星際城市扶手電梯出入口，原本只係人多擠迫嘅日常碰撞，結果變成全港熱議嘅焦點級衝突。呢段23秒短片喺各大社交平台瘋傳，畫面中一對着住情侶間條衫嘅中年男女對住一對着黑衫嘅年輕情侶劍拔弩張。中年男戴住頂綠色 cap 帽，網民即刻封佢做綠帽男或綠帽大叔，亦有人因為件衫稱佢作間條男。影片入邊佢目露凶光，步步進逼，大聲喝罵，人多梗係逼㗎啦，你做咩撞返轉頭先？年輕男仔即刻道歉，但綠帽男完全唔收貨，仲大力推撞對方，大聲鬧人，對唔住就走啦，爛啦！男仔身後嘅女友被嚇到尖叫，男仔則用身體全程護住女友，後退離開。片段一出，引發網民一片聲討，鬧綠帽男咁大個人蝦細路，有人大讚呢個男仔跟得過，護女友好勇敢，仲有好多人直呼喐手就報警啦，普通襲擊。7月13號有消息傳出，綠帽大叔係48歲現役消防員陳姓男子，隸屬防火組，早前腳傷調文職，有46歲妻子陪同去旺角警署自首，涉嫌普通襲擊被捕。佢承認當時懷疑年輕男方蓄意撞佢，先至一時衝動。案件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8隊調查。呢個轉折令事件更加耐人尋味。消防員平時救火救人嘅英雄形象，點解喺商場會咁失控？但事件最精彩嘅反轉嚟自一位自稱目擊者嘅網民 Momita 嘅長篇留言。呢個留言喺討論區流傳，詳細描述佢從黑衫男後面嘅視覺角度睇到嘅情況，同短片嘅一面倒敘事有出入。Momita 話睇咗咁多留言，一面倒攻擊間條男女蝦細路，其實唔係細，只係生得矮。都預咗出嚟講返事實真相係會俾人攻擊埋一份，但全世界都唔知嘅事實係要講出嚟。我喺黑衫男後面視覺睇嘅情況係咁嘅，黑衫男女同間條男女係迎面而嚟，黑衫男女離開，間條男女入嚟，黑衫男右手搭住黑衫女，左手揸住支雪糕。大家都知道星際有幾逼人，間條女貼住黑衫男左手過，唔知黑衫男係咪驚人撞到佢支雪糕，於是好大力用手踭推開間條女，但好衰唔衰推到間條女胸部。間條男係間條女後面見到就即刻問佢做咩撞佢老婆，黑衫男唔認，間條男話係後面睇住，黑衫男話係間條女撞到黑衫女先，間條男即刻話你條女喺你另外嗰邊喎，點撞到佢啊？黑衫男即刻無言以對，跟住就開始片段嘅開始，就係間條女要求道歉同間條男趕黑衫男走。我建議間條男報警，如果查翻 CCTV， 黑衫男就真係一鑊輸清晒。呢段留言好長，好有畫面感，幾乎係另一個版本嘅現場重演，解釋咗點解間條男女即綠帽男夫妻咁嬲。呢段解釋即刻令事件由綠帽男蝦黑衣男嘅單一敘事變成黑衣男撞到人先嘅版本。網民反應兩極，支持嘅話終於有另一面聲音，間條男可能係護妻心切，怒火中燒先咁粗暴。亦有人質疑目擊者嘅誠信，點知佢唔係事後補充，
建議查 CCTV 先至最公道。兩邊都有錯，唔好跟車太貼。但絕大部分都係一面倒譴責綠帽大叔同佢老婆嘅行為。連登同鄉土嘅貼文標題已經好直接，綠帽大叔撞人反逼情侶道歉，爛啦！星際綠帽男喐手建議報警。留言區好多網民鬧綠帽大叔，人多擠逼，碰撞難免，點解要咁大反應？道歉都唔夠，仲推人，離譜！兩公婆似惡行兇，塞住扶手梯冇公德心，大聲兇人唔一定啱晒，冇品冇教養冇內涵嘅人先會得把聲。有人更擔心受害女仔嚇到尖叫，心理陰影幾大。亦有網民指出，法律層面喐手推人已經係普通襲擊，有片有證，報警啦！呢條片一定要推爆，公義先有希望。當然唔係人人只顧罵人，黑衫男仔嘅表現成為最大亮點，網民紛紛讚男仔好叻，一路護住女仔，好勇敢。四眼哥哥雖然冇還手，但全程姿勢都係保護女友，抵讚。高 EQ 忍住冇還手，保護伴侶先係真男人。有女生留言，我都想揾咁樣嘅男朋友，危急關頭知保護自己人。呢個對比好鮮明，一方係失控暴力，一方係冷靜守護。網民即刻將事件變成護女友教材。綠帽男消防員身份梗係炸藥桶，網民震驚，做消防員都咁火爆，平時救火救人，去到商場就失控。紀律部隊成員應該有更高要求。有知情人士爆料，佢因為腳傷調文職。同時睇到片段都大感震驚，有人建議這位消防員一定要重點調查，腳部有傷仲可以行去咁多人嘅地方兇人，返工就傷，打人就咁有力，病仲咁好中氣。亦有理性聲音，個別事件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但消防員形象受損係事實。去到尋日夜晚，案情又有進展，有報道指喺休班消防員自首後，影片中被推撞嘅33歲黑衣男子亦遭到警方拘捕。報道指涉案休班消防員喺警署落口供時，聲稱曾懷疑該名黑衣男當時係蓄意撞向其妻子。警方經進一步調查後，懷疑該名黑衣男喺案發前曾與消防員嘅46歲妻子發生碰撞，從而引發後續嘅口角及推撞，證明網民 Momita 嘅留言並非老作。不過，隨住真相逐步浮出水面，網民仍然一面倒支持黑衫情侶，認為香港地少人多，有時互相碰撞少不免。黑衣男已向綠帽男佢哋道歉啦，但綠帽男不依不饒，這才引起公憤。現在警方還想反告黑衣男，何況有影片為證。綠帽男推撞、指罵、命令攔啦，已經超越口角，變成肢體衝突同恐嚇。呢個唔係男子漢或者護妻，而係情緒失控，已經觸犯咗普通襲擊罪。有留言接力鬧綠帽男，撞到人唔使咁惡啊，好似殺咗佢老豆咁樣喎，勁似周星馳電影中嘅十世惡人。話原來係做消防員，唔知以為行蠱惑，當正自己係陳浩南。黑衣男蓄唔蓄意就唔知，綠帽男係蓄意就係人都知。其實本來都好小事，唔小心撞到。但仲要佢咁樣對人，真係冇必要小事化大。都係嗰句，消防只係職業，同個人行為修養係兩回事。值得關注嘅係消防處嘅回應。消防處確認有關片段中嘅男子為消防處屬員，指該屬員休班期間與其妻子行經涉事地點時，而因妻子被一名男子觸碰，繼而與對方發生爭執。事後該屬員陪同妻子主動前往警署報案，並向警方交代事件及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經警方初步調查後，該屬員因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消防處重申一直非常重視屬員嘅個人操守及紀律，若證實有屬員涉及違反紀律或不當行為，處方定必嚴肅處理，並按既定程序採取適當嘅跟進行動。消防處稱綠帽大叔去報警而非自首，呢度嘅用詞好奇怪。不過消防處承認該休班消防員被捕。翻查資料，消防處係紀律部隊，屬員受消防條例規管，紀律要求非常嚴格，強調操守、紀律、誠信同專業形象。主要違紀行為包括刑事罪行、不當行為或疏忽、
損害部門聲譽，違反內部守則，其中刑事罪行包括普通襲擊。一旦違反紀律，處長或委任調查人員會啟動調查程序，被控人有機會申辯、出席聆訊，紀律委員會或處長決定處分。嚴重案件可上訴至行政長官。處分由輕到重分為如下等級：首先係口頭書面警告，其次係罰款、降級、停職、嚴厲譴責，嚴重者可強制退休或解僱。呢單案都要睇警方會唔會落案起訴綠帽大叔。如果起訴，被告可以認罪或者唔認罪。如果認罪，普通襲擊罪最高可判監1年加罰款，但視乎案情，比如是否有傷、是否認罪、背景。本案未至於流血、受傷，可能守行為、罰款了事。如果唔認罪，就要打官司，最後由法官判。目前案件只係涉嫌被捕加保釋，仲未定罪。消防處會等警方、法院結果，再決定紀律行動。一旦罪成，估計被炒魷嘅機會非常高。有網民認為炒得啦，完全管理唔到情緒。香港真嘅咁缺人才咩？咁冇情商及粗魯嘅人，亦可以做公務員咩？可以做消防員咩？喺現時公務員體系內，仲有幾多這類人呢？國安處平日捉人捉到手軟，今次終於捉返自己人。39歲男警高振中任職國安處，去年1月喺尖沙咀港鐵站扶手電筒梯，攞住手機伸入女事主裙底，偷拍女子私密處。事主感覺到有嘢撞到小腿，一轉身就見到佢舉機拍緊，即場要求解鎖電話對質，證據確鑿，冇得走雞。事情去到呢度已經夠尷尬，點知重頭戲喺後面。被告押返警署準備交返，竟然突然出手，一把捉住同袍腰間嘅左輪手槍想搶槍，槍袋紐扣都俾佢打開咗。警員立即阻止被告，並大叫求援。最終被告先未能成功搶去配槍，不過2名阻止被告搶槍嘅警員可能驚嚇過度，之後一個攞咗6日病假，一個攞咗3日。被告求情話自己入咗國安處呢個新部門，工作量大，加上妻子多次流產要入院，外父中風癱瘓，壓力爆煲，偷拍係為咗尋求一時刺激減壓，搶槍就係為咗解脫。咩話？壓力大就可以去偷拍人哋裙底？按照咁啲邏輯，香港個個都可以去偷拍人哋裙底啦。香港地有邊個唔係壓力爆煲？收銀阿姐夜間捱通宵，茶餐廳伙計日日嗌鬧，佢哋壓力唔大咩？點解冇一個話自己要靠偷拍先可以捱得住？壓力大同伸手入人哋條裙中間嗰條線，由頭到尾都係被告自己揀嘅，同工作量根本冇必然關係。而相關法官面對自己人，量刑時相當克制。搶槍罪以30個月為量刑起點，判囚20個月，加埋偷拍罪6星期，同期執行，合共囚20個月4星期。法官形容被告一時情緒失控，冇預謀傷人，但都直言呢個係知法犯法嘅危險舉動，因為一旦成功搶去槍械，後果隨時致命。講到呢度，大家心裏有數。一個受過槍械訓練嘅警務人員喺羈留期間仍然可以做出咁衝動嘅舉動，情緒管理去到咩程度，已經唔止係壓力2個字可以解釋。國安處成立唔夠幾年，對外形象一向強調紀律同威嚴，今次自己人喺鏡頭前上演偷拍搶槍雙料劇本，某程度上都算係一種諷刺。過去多單案件，國安處經常俾人形容為專門捉拿危害國家安全嘅人物，連攞白紙賣本書都可能被指控危害安全，審視標準之嚴，街知巷聞。相對之下，自己人涉及性罪行同企圖搶奪槍械，判刑竟然只係20個月幾，量刑尺度落差之大，果然體現出一尺兩制嘅偉大精神。案件審結，被告前程盡毀，妻子多次流產要入院，外父中風癱瘓，呢啲家庭壓力確實值得同情。但同情歸同情，講到底，佢今次會出事，唔係因為壓力大到頂唔順，而係因為手握權力，慣咗為所欲為。一個受過訓練、配槍執勤、專責監視市民嘅警務人員，喺公眾場所伸手入人哋條裙，再喺警署入面搶同袍之槍。呢啲唔係一時衝動，而係一種我做乜都得嘅心態暴露。
其實類似嘅仗勢欺人個案唔止呢單，長期以嚴刑峻法對付普通市民，動輒以危害國家安全入罪嘅部門，內部人員反而可以用壓力大、一時上歪呢啲字眼，換嚟一句從輕發落。呢種雙重標準，某程度上正正反映咗權力嘅本質。對外強硬到連攞白紙賣本書都可以入罪，對內卻可以將侵犯他人身體嘅罪行包裝成情有可原嘅個人狀態。講到底，唔係壓力令佢越軌，而係佢一直以嚟都習慣咗權力喺手，冇人夠膽阻佢。辯方呈上多封警隊嘉許信同求情信，希望法庭手下留情。呢種做法喺香港司法程序入面司空見慣，亦都反映咗一個現實：體制內人員犯法，往往有更多資源同人脈去經營求情材料。一般市民犯類似罪行，可能連基本法律援助都要排隊輪候。國安處嘅呢塊金漆招牌，都算係俾自己人擦亮咗一次。好啦，今日嘅香港頭條就到呢度。如果鍾意我哋嘅節目，大家可以 like、share 多啲留言，或者撳下個 Super Thanks，幫我哋一齊撐落去。我哋聽日見。